本人士看客家名录学院每日一学二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孔迈龙喺第一次对客家委員會得到一定客家事務專業獎章嘅外籍人士，佢用高雄美濃客家做研究主題，從其投入美濃客家傳統生活嘅探究，客話未講到該流量。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輝7月7號參加孔教授嘅榮退演講會，表彰其60年嘅研究貢獻。顧主李表示，該多謝孔邁龍教授60年前來到美濃，留下千多珍貴嘅影像同研究資料，本大家就做得了解嘅世界美濃人嘅日常生活。大家頂上講客家精神就係硬頸精神，唔過客家唔單止係硬頸，還有優勢。孔教授1964年開始喺美濃進行田野調查，留下嘅超過5000張珍貴嘅相片。將美濃客莊推向國際學術界，第一位人類學大師正式勇退嘅時節，財團法人高雄市優待愛鄉文教基金會特別邀請孔教授過歸到美濃來，用60年美濃同客家研究所建作為勇退演講會嘅主題，韓國邀請多數學者進行座談。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學二就係研究，其長期投入客家研究，長期投入客家研究，唔學為盲，下一拜章來了。